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的10月15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4篇第1节到第9节、24节搁35节。今仔日的约伯记呢是37章第1节到22节，启示录17章第1节到16节。今日要甲大家三甲来讨论的主题是大阴符。启示录内底所讲的大阴符到底是甚么？是咧指甚么人来讲的？我知影一寡教派会将天主教称作大阴符，基本上安尼的讲法曲解了圣经启示录的原来意思。嘛真有可能会犯着批评论断的罪。天主教牧师较爱讲伊是大公教会，Catholic Church。伊并毋是异端，伊并毋是邪教，其实伊是基督宗教的起源。虽然因大多数的时阵伤过头尊重玛利亚以及一寡圣人，无符合咱解决中的教义甲精神，这值得咱来警醒，受到提醒的。但是当咱要批评这个大公教会天主教的时阵，咱嘛爱真细致去了解圣经的原来意思。伫启示录的背景的内面，咱知影启示录的作者是使徒约翰。当伊写启示录的时间，约略是伫主后2世纪左右。当这时，使徒约翰伫小亚细亚，就是现代的这个土耳其的初代教会，不哩有名真侪人真捌，伊嘛受欢迎啦当这时，初代教会受到真大的迫害。这个迫害除了对犹太教来以外，犹太教的这个基督徒以外，上大的迫害是来自于这个罗马帝国。约翰伊家己咧描写伊家己是伫这个地中海的一个拔摩岛，伊受到关押的时阵所写的启示录。拔摩岛呢是罗马帝国政权用来做政治犯，也是讲这种死刑犯被流放、终身关押这个所在啦这个所在伊伫遐来做写作这个启示录。初代教会受到罗马政权历代的君王的压迫，上严重的压迫可能来自一个皇帝叫做多米田，甲尼禄皇帝。伫当初时的集权统治的下面，人民当然是无这种言论的自由，咱现代嘛知影因此，伫约翰用这个大阴符来称，也是讲来做譬喻，来称呼罗马帝国。甚至约翰用阴符巴比伦来做一种譬喻的讲法。为什么咱讲呢？因为伫当初时，伫大概是主后2世纪左右。巴比伦其实早就亡国真久的时间无阁有存在所以伊绝对毋是咧讲巴比伦，伊咧讲的是非常清楚，类比甲巴比伦同款，即种的集权，即种对宗教信仰逼迫的一个政权。迄个时阵当然是咧讲罗马帝国。当初时的人民其实对皇帝的崇拜是不哩流行，
也会通讲，这是差不多是每一个极权时代的通病。亲像咱伫圣经内底有看到巴比伦时代，但以理因所拄着的境况，以斯帖王和的孙仔以色列人所拄着的苦难，其实拢是安尼来。甲甚至甲伫现代的极权，咱其实嘛看会到。虽然咱知信仰对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吼，信仰甲上帝的权柄是比政治搁较悬，但是不可否认的实际上，政治影响着信仰，还是宗教，是毋是自由啊无？如果要来类比，用这个大阴符的观念来类比现代的情形的时阵，咱应该是会当套用伫，比如讲中共的政权、北韩，是毋是最近这个阿富汗，是毋是有一寡非洲对基督教甚至其他宗教真压迫的政权的形象？当使徒约翰的启示录讲到这个王甲羊羔的战争的时阵，伊伫落尾安尼讲，你看见迄个10个角，是指10个还未开始统治的王。头前是咧讲迄历代的罗马王啦吼，但是因以后要承受王权，甲迄个兽同齐来统治一点钟。这10个王有相款的目标，因就是要将家己的能力、权柄交互迄个兽，因要甲羊羔作战，但是羊羔要拍败因，因为伊是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伊所选调的忠心军队伊的人，也拢要来得胜。我想伫这个经文内底，就已经真清楚表达啦。羊羔是万主的主，万王的王。所以伫咧劝勉当初时受压迫的教会甲基督徒，应该爱坚持伫家己的信仰顶悬，毋通受到压迫的这种情形，就倒退。因为羊羔基督，咱就要来得胜，伊所选调的忠心来军队，伊所有遮的人，也要对伊来得胜。伫旧约约伯记1-2号继续对约伯讲：如今天顶的这亮光闪闪烁烁，强烈在笑，互咱袂通来直直来看伊。凉风吹过，天顶的天真开，北边有金色的光出现。上帝威严，互咱来敬畏。全能的权柄扩大，咱袂话接近。伊公义正直，无欺负人，因此人人拢敬畏伊。伊无看这个掠做聪明的人。上帝的权柄总是会得胜。伫人所受到压迫的中间，要来彰显伊的作为，互专心倚靠伊的人会通得胜。咱毋免惊迄个大阴符。伫新约圣经嘛安尼甲咱讲耶稣讲：恁现在相信吗？看，迄个时伫要到，而且已经到。恁要分散，规逐个的所在，留我独独一个。其实我毋是独独一个，是因为有爸甲我三甲弟弟。
我要将这个事甲恁讲，是要叫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伫世界上恁有苦难，但是恁通放心，我已经得胜赢过这个世界。这是约翰福音16章31节到33节耶稣所讲的话。咱最后佮用诗篇104篇的经文，咱来做伙祈祷。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是至大。你用尊荣威严来做衫穿，你穿光明亲像外衫，天开天亲像帐幕。伊伫水中安置伊老家的铜柜，用云做伊的车，用风的翼来行，用风做伊的使者，用焰火做伊的车用，将地下地下伫伊的地基顶，互伊永远无摇拽。你用深烟亲像衣裳，遮盖地面，这水淹过山岭，你一个啉，水就紧紧走；你弹一个雷，水就紧紧流。冲到山头，落到山谷，归伫你甲因定着的所在。你定着界限，互水袂话盘过，无搁倒转来遮盖地面。24节，耶和华，你所做的是怎样？拢是你用智慧所做成的，遍满全地你的富有。35，愿罪人伫世上消灭，愿歹人拢无去。我的心神啊，着学乐耶和华，恁着学乐耶和华。最后，咱来祈祷，主啊，求你赐阮坚定的、相信的信心，互阮伫世界会当靠着你的圣名，赢过阮所面对的困境甲苦难。阿免。